抬杠团团，改成演给台人，跌破你的眼睛。猜对幼稚园吧？你自己说，小朋友今年要上大学1年级，大学1年级耶，表示讲你做的走赶来耶！嘿啊天哪，你快点去赶爸爸！这真的很珍贵呢。真的真的，我今天口袋不够大。也不会给你带走。啊，这个油葱，有没有批到？又用到客家香水味。你身为汶水老街最后这些船塘，要是输给我们，你怎么办？怎么办？那就以后都不上节目了。没有了。假使也散网，你莫屌哦。那就正式宣布我们得到奖金。好，1、2、3。Hello，各位天视機前面嘅觀眾朋友，大家好。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一家之主我係明珠。我係莊百強。今日當歡喜要來到我嘅故鄉苗栗，我來到史潭一道咩奇妙嘅料理咬呢？哎呦，是他們曾經動到非常厲害嘅人哦。冇錯，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提前來分享到係錢玉鳳齊師傅。大家好，我係寶妹，大家好。戚師傅你好。你好。還有蔡婷英哦，劉謝玲劉師傅。大家好，我係劉師傅，兩位廚師您好。歡迎哦，真嘅兩下來呢，你嘅評審欣賞對你節目嘅保證，今天真的太厲害了。哎，他們亞很有領亞先了。組你也佩服吧？哎，我來厲害的，厲害的帶起來主菜部分哦。真係厲害！啊，先來分享到係廿年咯，一言字分享。放呀，來。誒，佢兩下嗬，別你說係兩字阿姨，哎呦，啱係阿姨，啱係出嚟。哦，好，關係吼，當好吼。好，我咱最近吼是老家用強下吼，掌上放呀，咱最嘅黃靖偉還有莊小卿。歡迎。放呀。靖偉，靖偉哥，蘇紅奶奶嘅茶酥，溫水帶來嘅，溫水攞嘅最切好好有名食嘅。嘅，這是呀，迄安尼溫水的名菜很多，溫水的茶酥，呀茶酥做咧頭擺老人家咧去上方做些咧，啊寒天當人嘅時節，結果咧無東西好保溫啊，啊頭擺無保溫的保溫瓶，呀做咧頭擺保溫瓶的保溫壺的一個保溫箱，哎，啊呀。帶燈都你石頭，就是你做些咧都要下煮頭做很少少嘅茶，安尼。好，這是其實你係傳情哦，客家嘅歡迎家呢非常有錢嘛，那就帶點茶酥啊，去到田烘坤老公啊，啊用茶行嘅小小位啊，料理行嘅小小位啊呢，而且一聽我講一下，一下做茶酥嘅件會應該傳到給文水阿姨哈。對，陳劉老師。傳到劉老師13年呢，真嘅他是國寶級的。好，上下來阿姨特別真的是很厲害。真的。哦，哪個部分？文水，我本來是想要先來介紹文水三寶，因為剛剛講到茶酥嘛，有一個吃婆味煙草，還加一個豬膽乾，還加一個就係茶酥，剛剛看到哎。可是我覺得今天要再加一寶。哎，哪一寶？真的很厲害，看不出年紀這一寶。哦，馬上小改一下黑馬莎。這邊，壓力。抬槓團團。改成演給台人。我們藍隊的來猜猜看好不好？跌破你的眼睛。猜對。幼稚園吧。幼稚園。你自己說。小朋友今年要上大學1年級。哎，誰呢會上太好嘅？他大學1年級耶，表示講你做得走趕來耶！天哪，你快點去趕爸爸！我來談哦，哎，跟溫水蘿蔔哈，一開始又找個3寶嘛，對不對？對。今天我用嘅食材是3寶之一咯。先來看一下嘛，嘅。夾夾看，夾夾咧打開攞一本大家看咯。哇！今天係棒球手套，是不是 glove 哦？看真嘅，哇！來，你拿拿看，各位 P 看啊。嘿，有冇感覺？凍香，對不對？真嘅呢，有發酵過味道，發酵味。做嘅。喂，我們請專家田宏池泰哥。泰哥啦，你係棒球手套啦吼。也沒啦，傳統嘅豬膽乾。那你就會引用之後，老太下講一下。呀，你先買一隻刺嘅豬肝來吼，嗰個用鹽吼去滷滷嘅，嗰個將去浸過涼酒香料調油，將去洗去做。洗發咗1年嘢來洗。1年咯。唔做嘅時候，留得來2年。哇！做起來嘅過程當中，見用嘅清辛苦嘅素材嘛，嘅。甜食係清辛苦嘅。啊，總對落水嘅嘛。一下洗一下熟一了。對。今年就帶來買個東西，下面有神奇的東西嗎？
大项也要做好的同时，请大家食看呢，也係主擔管的料理。哎呦，哦俩做俩做在扁俩哦。哦做得啦，哎呦呦，大家先試看好冇？來，好，大家先食看呢。你演技，各位做主擔管的哈，有世界性。哦，中秋節過到搶命，漳州的做一段時間漳州的做。哦，有冇嘅演繹嗎？香葉的話做嘅話會快啲啦，也要有平講嘅九江風來嘅時候，其漳州的做主擔管。啊，這個要整串吃嗎？啊，要分開來選。你可以表演啊。你跟整串是你可以表演，既然你就這麼講了，表演一下給大家看。他很懂我們節目默契呢。好。哦，怎麼樣？還蠻是就轉過來。那個醬油味很厚，好好吃哦。粉粉呢？ ，QQ 誒，唔會硬硬，唔會款啲嘅，安樣，整緊款，殼，我食起來唔會硬硬對，嘅。可是太卡就會說哦，中馬州牙料理，這其實是客家人的智慧。哎，對，怎麼想到的呢？當農業沙飛嘅時候哈，較無東西好食，所以過年過節嘅時候，咱們試隻煮嘅，煮乾迄檔貴嘅東西，所以記住留低帶咗去買一個伴手禮。哦，過也就係傳統嘅煮蛋館，煮蛋有多面大，嗯，煮蛋有豬膽跟豬肝，對，有看到冇？也係膽，哦，冇恐龍嘅哦。對，這個膽，無窮呀，也係乾。一下後尾改良嘅煮無加煮蛋落去，為什麼？煮蛋會腐啊，掛煮蛋嘅話，喺肉一批嘅現象都會實，因為佢講實嚟做推廣貨。哦，原來係咁呢，古時候也係合買嘅當樣，真嘅呢煮膽乾嘅話，前年做錯嘅，前係煮錯前做錯我嘅，先天哦，我先煮過啊，我先煮做呢啲限量嘅哦。咩做傳統嘅要加一點嘢，哦，要加一因為點嘢。夾蛋沾唔得，我較早漳州的去沾。哦，行會沾比平啊呢，嘿嘿嘿。東多工，這真的很珍貴呢。真的真的。我今天口袋不夠大。也不會給你帶走。好啦，真嘅無按簡單，田太哥也按後上，周丹勇傳承拜拜，算是感恩嘛吼。對。周丹勇做真嘅動了不起，太巧了，吃看啦。唔過呢，今日要拿下煮蛋乾，到底愛邊乜嘅料理咧？哦，做嘛木面膜已經揪起來，好緊張哦。大家觀眾朋友咩來想看啊？也繼續邊乜料理，誰來進行體育比賽咯？福卡好明星，大家家庭都有生係自家嘅好明星，用隨地限定嘅時間地度，用菜地嘅指定食材，做出自家嘅素路菜。到底哪家嘅明星會較上癮呢？準備拿出人嘅好本蛋，一家之主上菜嚟。到底愛哪一嘅煮蛋乾再變出乜嘅料理呢？哎，來談看那潛水仔嘅創意，風吹要帶來料理係乜嘅？葱條煮蛋管炒麵，葱條煮蛋乾炒因麵。為炒麵呢，哦，係咁講，今年又福咧哦，又免慳油。煮蛋管炒飯，煮蛋乾炒飯，一個炒麵，一個炒飯，到底哪種炒不一樣呢？兩下比賽倒數3秒鐘，3、2、1，將開始。哇！好，先來看哪一道邊好。好。我先注水係冇？誒，呢條用嘅麵係油麵呢。黃面油麵就要都係做菜嗬。要中馬見咩會拿阿姨叫下來比賽咧？就很期來參加，冇期咩行都冇卡。哦，退休退誒。休嘅。嘅比料做的看得到是很客家的，因為呢有香菇嘛，玻璃菜年葉，個油葱係切邊嘅嗎？阿姨係自家阿姨切邊嘅，油葱，哦，厲害，讓有你辦香味，你有感受到客家人的有溫暖啊！對，而且啞鈴懂不會切的吼。啊，雅玲，你平常時豆腐下面就有煮菜啊？要哦，等下呢，應該要先通面呀的，對不對？對，因為阿姨做家庭主婦，一天當一度都會煮，她煮的炒面一天都好食。只是我們等下來看一下老亞煮蛋乾有結合，好，不要讓它太硬，還是它本來就那麼硬。要先處理過，有先處理過，處理好了我，們有準備好。都準備好。好，加油，大家都做來哦。好，好好。
哦，你睇下糖到剁，按台上哦，係馬殺剁誒。 兩三強下度。建偉哥，也個聰明嘅唱下來比賽會緊張嗎？會緊張嗎？稍微。哎，可是這麼冇帶伴娘唱下來比賽。佢唔會煮啊。好好，我家裡就一個人負責煮就好誒。啊，今年大內嘅蛋乾哈，你自家處理過誒？對。但做金嘅嘛該啊？對啊，他怎麼水嘅？也唔是煎，也就講加一些酒，嗰加一些那個烏醋，啊一些的糖，然後可以整住會變到暗的。用整個。對。啊。用到蒸過才給它回暖啦。這麼準呀？水分回去嘛。對。冇錯。為什麼要加醋啊？加一點點烏醋是提味而已。哦。對，就像你煮麵的時候會加一點那個鍋邊醋。對，類似嗆味的感覺。不好意思，我拿一下水。哦，唔是水係啊，嗱講錯嚇。依個細路要乖冇？超乖哦。真嘅哦。啊，呢度老雞係開埋嘅川湯啊？客家菜。哦。最有名誒。誒，啊，用為今年來炒飯啊。也本來就下飯的菜嘛，然後就香港炒飯，應該會較好食啦。哦。而且啊，今日建偉哥的比賽，說真的，我們蠻緊張的。怎麼說？因為還是個改料理，真嘅懂厲害。但是很難講，因為我給到邊嘅家常菜。對。川湯嘅梅士吼，老福客嘅梅士，究竟東南比呢？東南比。建偉哥，你要他講看啊！你身為汶水老街最後些傳堂，要是輸給我們，你怎麼辦？怎麼辦？他緊張就在這個部分。對，怎麼辦？那就以後都不上節目了。沒有了。好啦，等下讓都進來哈。謝。哇！哦，同好咧。苗栗人懂好食炒麵、炒米粉啲麼？還有 P 嘅水餃湯、水晶餃湯。哎呦，cái tomato 有冇恐龍嘅蔬菜哦？好可愛哦！你切了哦？小兔兔哎，你是小兔子呢。哎呀，玲，你現在還很少女心呢。真嘅呢。你看起來少女啊，心都沒少女呢。而且佢懂溫柔。哦。你豆腐卡都你煮，也係老公煮。啊，我也會煮，老公也會煮。好好，你欣賞喺做乜嘅條路啊？佢是連結車。哇，做得偷偷安好嘅伴娘。你要先別強嘅啊。先別強，就係客家人嘅做法吼。你是不是一直很緊張？係咧，有聽說到我們藍隊係溫水老街嘅東厲害嘅川湯挑架。這點我們對，那點我看到我是很緊張。那點我沒有緊張，因為呢，你會第一講人心還係好生嘛該媽媽的米頭，哦，是不是？過了一手，搶到兩個媽媽來煮出來。哎，真的，真的。唔是關鍵，要不要啊？這個油蔥，有沒有批到？有香到客家香水味。哎，其實你下聊吼，咪做啲炒米粉呢？可以，炒米粉。啊，你蔥。我看到這片吼，佢喺切細細的豬蛋乾，我們也是這樣處理。好，我們先過去，給他當豆燉了。謝謝。好。哎呦，料已經開始炒咧。對。要幹嘛嘅用嚟炒東西啊？來好食，我來烘一下哦。哎呦，睇下看一下，cái盤要加卵黃呢？你會加卵黃啊？卵黃加到去的時間，它可以稍微給它壓一下。為什麼這麼改？對啊，飯會比較 Q，然後可以把那個蛋黃液呢粘在裡面包裹，那會比較粒粒分明。各位媽媽，學起來。他們倆都拍手了。我耶，加到一個好老公，你就烤腳就好哎。蛋糕你這樣做？係啊，你話這樣做嘅啊？天哪，你有乜解唔會啊？這是算內行的，就是像我們一般炒的黃金蛋炒飯，會變成黃色，會比較均勻好一點。起來嘞，學起來了。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雞肝要黏黏的，不給粒粒分明，落去炒好炒。所以卵黃是走對的嗎？卵湯不是。哎，哦，好起來，好起來。真的真的。學起來。我話雞條先夠矮啦，應該兩滴，冇矮滴。你有漢雞師傅嘅嗎？冇錯。好，現在我們下飯了。哦。稍微給它下去一下，然後把不均勻的地方慢慢給它均勻。對。
要加一点米酒，现在炒饭加米酒，对，M 不要多呢，，稍微呛一点就好了。对，安尼饭就要较顺，有的人刚刚较无开，你嘛去开，按加水的话，水分要跳高，就会绵绵。嘿，安尼。小김치看妹耶，加到加到一个好后肉锅应该昨，天好你就烤脚就好哎哎。呀哎呀，面膜也没做的那个翘脚啊，那可以啊。你好食几煮的西龙煮的饭吗？啊，青蒿哦，当一线，哎，你发现说，拉面还有一粒一粒的，向早的时间，去小做加掉的米酒，天天加，莫一刀加多多，安尼，你加多多的话，一下慢慢跳色，跳色我纠正的是看冇纠，哦，啊是天天加，唔拉按一再个加，哎，紧紧就好多，最重要这炒比均匀，那色泽就会漂亮，调味是在最后了。该挑天吼，炒该盘该细啲咯，因为要拿隔夜饭，然后来打牌想讲，哎，该盘硬硬的，然后来那该木残吼，就是用不散，用不散，好多嘞，做啲加米酒，如唔会绵绵，对，然后有香香的米头有皮豆冇？皮款呢？哎，跟米头。有真嘅。有，好，啱到先狂雞片好好，咧，等下给我雞片差唔多咧。哇，不管这了呀，好诶，好诶，吃看啊，要快一冇？一点点面的。有皮头给小米吗？有等一下有加胡椒粉吗？有。你看，我们的哈嘎米头全部都切穿呢，紧紧，做得冇？懂后色。然后是懂后生，妈妈讲起个懂后生是懂后生不，一定要全部用落去，哦可能用的不用太讲就好了，煮蛋糕不用松杯哦，大家来摆盘一下。OK， 我们冇问题我的哈，放心了，还有小兔兔帮我们加分。对，嗯，妈妈的梅西，对对对，哦，蛋糕用下去的吼，不要下去的，那就差不多喽，我们时间没差不多哎哈。好，倒数，来6、 5、4、3、2、1，时间到。水就来吃看了踢馆底度奈布卡米西靠后色嘞。好了，两个煮蛋糕那边出两个料理，他就发现到，按太多煮蛋糕做得上用哦，最近做10几年天天，因为给米头懂啦，不是弄一些就好。来，这是炒面跟炒饭大对决。对，现是面，好，先生面，我们的面不要忘记，还有要给它加油葱酥、椰盐剂、七嘎边的。你一开始讲，哎，等下有妈妈的味道，可是看起来还有外面卖的卖相。对，好，来吃看呐，太七嘎。哦，哎呀，个煮蛋糕有先处理过哎，好吃，这个就好，而且有精密酒，还有用来处理啊。就先精米酒精特嘞，然后叫好再用米酒捞烫，不用捞去蒸，用整呢，蒸10分钟就好。好，然后是各位熬细细以后就再放冻面，因为它还有米头。问一下，我们那个台中部哦，你有没有拼混一下？给下面做像人呢，你客家人炒的客家面，尤其给下油葱也就当挑，啊，加上煮蛋糕呢也含土，煮死去了就我当上世界一碗。这样吃，冻好好吃，来饭吃饭好吗？血盘。中古时的摆盘就按钮哈，就是不一懂样。低喝一点，嘿。可是不要忘了我们的小白兔的用心。正经炒起来是黄金的，哦，金黄色的样的。完全不会绵绵，很有嚼劲。叶云锦吃的开厨时煮都用板，好吃啊，用板后生。粒粒分明嘛。啊，个标的，然后你看看那做嘛夹饭会旺旺？标墨的嘿。伊家还乱旺，乱旺先呀卡，都当那去炒，好起来，好起来。好吃的。但是我有发现一个差别，煮蛋糕用不卡处理的方式某不用味道不一样。有，我觉得这是决胜关键。好，
緊張嘅吼，各位觀眾朋友一定當小弟都在食到一個豬膽乾，像係一個棒球手套嘅料理，都在形容版面頭那個較好食。先來請齊師傅搶本數。哦，來，一下吼，看劉師傅搶本分數。耶！看。好，我嘅想法係嘛，其實啲炒麵嘅話，唔是用桶嘅，對啊，直接它叫炒。直接落去炒嘅時間，讓該所有嘅料，讓湯水不吸收到該麵嘅地圖，嚇有鹽味。較有鹽味。係，啊，袂順你係記嘅味道面冇講強鹹，嘟好，每炒到粒粒分明。對，所以我分兩片。真經係惺惺相惜呢。啊，不過劉師傅咧，我怎麼分給你啊？第二個主管啊，哈，是起到香氣又足，這個香氣就沒有那邊的那麼重。我是重視香氣，米湯濃嘿，香味下重要啦，嘿，兩喙就等於當好食啦。係啦。古時候剛下雪梨師傅講到一個香味嘅部分，太敢買到一幾袋豬膽乾，一定要前置哦。對。這種的直接切落去就來做料理，而且金蜜酒啊、金桶啊，還有那個味淋，還有醋，看你怎麼調味，要去整。冇強人嘅風雪是會有冇強人嘅梅子嘅。冇錯，試看下哦。好，今天的踢館1-1，先來看一下今日謝林師傅帶來乜四個料理要搞大家咧。總鋪素滷菜。好，其實呢，豬膽乾做得做出動作變化，今日先看下師傅帶來乜嘅變化料理。小黃瓜夾豬膽乾。哦，先得夾住嗰時候咧。先嚟乖，來先來小雞食材下。你係蒜頭，啊你係豬膽乾切好，浸一啲米酒，你係紅椒咧去皮，啊你係芥末醬，黃芥末醬擺盤用嘅，你係擺盤用嘅啦。你我想示範講，我用嚟切小黃瓜，切斜片啊，每半幾斷聽，我就用兩塊嘅。哦，溜到記憶啦哈。切來就斷咧，冇俾斷。為什麼？它這沒有斷，等一下要夾啊。叫夾雞豬肝啊。夾乾，夾落去像生蜜餞用的呀。了解。姑說這樣就可以一口下去了。對。靖偉哥，阿牛你就唔會生唔到哎，因為你做的料理。而且韓國哦，看應該主要就幾道台哈，你可以做2片、3片、4片的。哎，那你這當一節給張伯堅吃。哎，走得了。故意挑哦。故意挑。好，你切好學到了哈，你切斜片，你當好裝嘅菜啦。你水滾咧，好，哎呦，因為先煮過哦。冇水嘅，我就按你燙啊，按小水裝過。為什麼要這個動作啊？因為去除它的腥味，它不會出熟哦。雪玲姐，我第一擺看你用食材放這麼小袋的，因為呢，你大概都是懂台版呢，很大氣的，所以這事實上可以證明豬膽乾真品非常入味。請大家不要一口大口咬下去，你會關鬼關的茶。對。你冇老皮沙講哦，皮沙還因為這個是牛舌頭嘞。豬膽乾係整件當蝦沒東西。當有米湯。哎，你按小火煸一下。哎，雖然有真夠水哦，不過是你下煎起來很凍香呢。嘿，幾天他你要做2禮拜呢？2禮拜。我當做2禮拜天。你自己做啊？我自己做。豬膽乾自己做？係啊，你自己做的啊。天哪，你媽該唔會啊？哎，真的很厲害耶，自己做哎。來，我把豬膽乾夾的，請問一下老師哈，那個小黃瓜，他把來用麵包啦、漢堡做的代替嗎？做對代替，按講呀，做唔得用麵包、漢堡，唔用那蒜頭就唔搭味哦。而且呢，兩個可以懂正統的客家料理，基本上在其他族群來說是沒有這樣吃的吧？對不對？連豬膽乾都可能沒吃過了。對啊，豬膽乾、黑馬乾、黑膽乾，都係膽，也係乾呢。你要講嘅是蜜餞的原理啦。你冇是蜜餞啊？先生，我想到咧，做啲運動嘅甜甜嘅姜媽麼？姜媽未做得，因為豬肝佬姜媽本身就大米啊。呢種嘅甜甜嘅。乾應該會用乾嫩薑啦，嫩薑啊，嫩薑啦。哦，咩姜嗎？嫩薑。好食咧。好，兩次料理，阿牛就好食咯。
夾入嘅主擔個那個做說到，先來長知識一下，最下題目。有一隻諺語講誒，昂叫上色主管骨，係乜嘅意思？嚇 A. 此行夢想 B. 隨手可得，凊彩煮哪都的意思。昂叫上色主管骨骨，嗯豬肝哪有骨頭？对啊，這是一個諺語啊，所以它才是蒙蒙給給啦它才是給蒙給所以它當然是有嘛該骨嘿昂叫痴心妄想，隨手可得。哦，好，猜拳，先來猜拳好。我要派出月英姐，因為一直都在寫題，剪刀石我不知道頭布停在寫什麼。剪刀石頭布。對了，英好，姐，那秀琴姐好不好？秀琴姐呢？好準備哈，秀琴姐呢？哦，剪刀石頭布，剪刀石頭布。哦，來月英姐你怎麼贏了還是皺眉頭嘞？係啊，同埋呢邊啊。對，我先來講，昂叫上色主管骨，痴心妄想吧，對不對？ MD 好，拿點，對。哦，你選 A A 啦好，有啲就是我哋選 B 啦，吼。倒帶答案係 A 也係 B 咧。答案係有關係喺阿婆去搞東嘿。哇。吃當季，嘿符合本節目的精神啊！我來做東鬥事情的哦。你做嘛事情？最簡單的事情圈不應該做題的。你選 A 啦，好，有啲就是我哋選 B 啦，吼。倒帶答案係 A 也係 B 咧。答案係 A。Yes。客家話解釋就係昂叫上色主管骨，等於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啦，痴心妄想的意思啦。嗯。看到應姐嘅笑容哦，真經動難得。真嘅來，日日學看，叫上色主管骨，痴心妄想。對，譬如講，你下凍上嘅雪雞，蛇年掛，然後嘅夾雞煮蛋乾，是痴心妄想。哦，這絕對是，哎對。佢唔可以說唔可以主管你先糖葱。真嘅，然後這，夏天吃吼很清爽。對，而且特別生日瓜最好，因為生日瓜較冇味道嘛，然後譬如去就當茶飯，會當開皮啊，你知道什麼？好食啊，後對有你愛當食到呢，團陽啊呢，冇嗰邊咩？嗰邊咩皮較有熟啦，吼，啊，其實傅英是幾多嘅感覺咧？我嘅想法係，佢嘅舌頭嘅嘴巴底部嘅洞牆比較調，五彩繽紛啊。也還有做啲舌頭動豆動細啊，你看其實也很健康啊。真的。好啦，這一道料理呢，可以來睇自家只要買到一啲啊嘅主擔乾嘅話，來到史坦文水啊，特別嘅買賣做做變化當到料理咯。唔過你前輩一關，一畢業大對決咯，誰來進行最卑微關嘅挑戰？我是太總譜，兩嘴運用接力嘅方式，就自家嘅口味，做出指定嘅菜色。喺之前都唔知接力順序嘅情況底下，兩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撒亂紛紛麼？到底哪嘴仲係真正嘅一家之主呢？你誰來上菜了？好，點樣嚟教嘛？該呢料理接力賽。是因為口驗太假吼，對，會煮菜嗎？為什麼呢？其實係本張目前嘅考驗。嘿，不是一個機會。對，因為從上半期出到7、8嘅時間，輸藍隊就輸。不是，因為會養會啊輸就看人隊長出到嘛該。景明，我今天哈找到一個大師來幫我，冇問題嘞。我靜偉哥，我跟你有私交來教你，等下不管你出動嘛棒次，你就叫他不作為就好誒。我剛剛有聽到，我們有一個很簡單動作，撈該炒好把塊落嘅時候咧，好，嚟教不挨。好啦，先來看下佢咪馬菜色。好，味噌豬肉件，米漿豬肉件。嘿，米漿豬肉件，這個呢？見哦，我睇清楚哦。我建議了，好，不簡單。先來出棒次。好。你要加出呀呢？該好，我問吼台中鋪我講哦，那個我們棒次怎麼分，哪一個比較重要的時候，他講說提3個係主要平黑貓，對，第3個很，所以我就是抽1或2我就好了。假使也3毛，那麼屌啊！那就正式宣布我們得到獎金。好，1、2、3。好，還會做得啦，還會做得。睇下點樣，天棒就會開始吵嘅時間，就會發生悲劇。我我哋50炒，我哋50炒。唔怕，好，溫嗌，好，剛才就啲同學嘅，1、2、3。
哎呦，耶！ Yes，小心来啦，好运當頭，第一秒。好，冇問題。好，鼓手你一下嗌 T 嘅，我前 T 你嘅，隨住嚟進行 T 3關嘅挑戰咯。好，倒數了喲。3、2、1，開始。好，唔吧，先去看民主啲嚟嘅。來，哦，先會切芥蘭豆腐哦。哦，怎麼樣？還會坐低咯。坐低咯。不過我看呢啲準備嘅食材其實啊凍凍呢，尤其係兩種。這個是什麼啊？今日嘅東西呢？海蘆筍，哎呦，蘆筍，啲蘆筍哦。海蘆筍。等一下會拿來炒用嘅。擺盤先通過，然後冰到旁邊，安尼。啊，用嘅鳳門要半夜轉先嗬。不是，你知道料理就是教學相長。你看台北某科要又厚豆哎，安永對不對？我們是很用心的。啊，做啲老大家小嘅一下，除了兩之外，還要準備埋食材。有怪喜，然後有乳酪絲，乳酪，哦，成個最好食嘅。嘿，還有誒，哦，還有等一下要做小兔子誒，係嗎？一個小兔要子。做幸運草，哎，我來切給大家看一下。幸運草部分。來，哦，先對半哦。先堆班。哦，然後要兩片咧。哦，切，對，這樣就好了。十個女咧。看安永平起來，哎，就是一個愛心了，對不對？哦，我想講妙妙的寶貝。我這個交給那個。Henry，這什麼音效？我明明有切對。OK。該合處都有切。對。哈？啊，卡豆對位啦，他卡點位，他卡點位。邊愛心。好 ，OK。這麼卡，這麼卡。對，這一個跟這一個都好。你看。哦，愛心。啦。耶！撒拉嘿。有啦。有沒有？好啦，今天我跟 Henry 一下啦，先過去咯。誒，今天我就切嘛個愛心誒，我就兩下愛做嘛個。一下做老要配菜先切好了，你還買個東西啊？要西洋梨。切開牽得到個小黃瓜係差唔多嘅。叫見魚多呀。啊，做啲老大家小嘅一下，除了呢兩種之外，還要買東西麼？尤其係雞雜都係嘛計？雞係酸蘑、生菜沙拉。啊，你一下我利用一下駐村人書嘅門一下，等下天嘅去做嘛計。錯，我先問下，等一下小 Kim 姐做完以後不愛做咧，我要做什麼？是很好繞緊誒。你等下你注意要調醬汁做的。好，調醬。調醬咩？簡單誒，該比例沒到。比例的問題是最重要的。依家還有啲人講咧，該這個味噌吼加落去哦，還有加水，還有加湯，總得調鹹，總得調甜，係冇？還有要炒。對，調味是關鍵。啊，你下煲嘛該？也係標到下杯鋪帶。天衣裳準備了，天衣裳準備了。同意哦，唔緊張咧。時間未到了。你唔緊張哦。好，加湯加水，應該冇咧嗬。冇咧。條魚係加麼？加油。加油。條魚係加麼？加油佢貨。加油。4、3、2、1，時間到。好，黃嗌。第二棒啊！來，要加幾多？加一半，用湯匙。一半是好嘞。加水腳腳。我們那邊超厲害的，可以了，懂後食的。不是不要剛剛讓它動嗎？加幾多水？加一些的水。一些。點會做誒？你要知道。沒關係，我讓它調一下味道。我再修正。先加一些的。好。加一些的糖。加湯。胡椒。哦，胡椒沒有啊？白胡椒。幾多湯匙？卡豆的喂。一湯匙。然後糖師傅誒。兩湯匙。好，好嘞，又辣嘞。胡椒又辣甜誒。給他抖幾下。盡量抖。盡量抖。抖，冇啦。好，腳。他剛剛攪拌均勻。好。哦，你要最簡單，我做啲重構嚟哦。啊，凍香鬆哦。凍香鬆。好啦，腳。要不要試試看？沒關係，先攪拌均勻，差不多誒就亮滴調油，亮滴之後點色係嗎？上色，給它上個顏色。亮滴。好了，可以的。好，等下，因為用下去哦，
而且唔是在我表演，你都要鼓励看给别人。可以看先咯，让小改一下，那就给囧哦。很勇办。等一下先录给妞给，好，可以了。 OK， 这也是你附近吗？也是我，所以那就你放心。抢灯吗？唔可以看的，唔可以看的，唔可以看。嘿，哇，冷坤，大家可以再靠近一点。给讲哎，有。讲。怪席你喜欢吗？喜欢喜欢他敢演的咪西。那水料理还蛮影响出来。我想哑铃这个编发出来哦，而且我地图还有标嘛个 cheese， cheese，想到吧？上岛的米没头。错，古手哑铃比料，而主本身也是没变动的料理，对不对？对，人家做的显薄一了，对不对？不用压了。哎呀，你就开油后做嘛会想要用怪席咧？因为代表客家料理。你看，哦，你做错因为了客家心，做嘛该煮会上到客家，这样对不对？要怪是迄阿婆去家种嘞。哇，吃当季，嘿，符合本节目的精神呐。对，啊，蜜浆的部分你要揀一批。等下剪好诶拿起来，蜜浆等你做这样子。蜜浆一定要炒锅，会炒锅好，对不对？会炒锅嘛，才会香。他们很注重小咪。好，你第一款薄签咩都乖乖。泰哥让来打水鼓吗？没，唔係，我来做东斗事情的哦。你做嘛事情？最简单的事情圈不能做体的。譬如讲，我夹夹好嘞，等一下哦，总不是有分开了一片，按用平均的分给那个剪起来，要剪起来。然后摆盘没摆好嘞，切没切好嘞，啊，加油没加好嘞，啊，烧火没烧好嘞，然后第三个准备的。自我放弃就对了。唔，因为等一下吼，我这个是就8片，我总得10排。已經到咯。第三屆。你还用 vegan 哦？不是，这一样五花肉卷。哦，对，看起来动巧。这个决胜负就会张伯谦跟他挑咪耶。嘿，冇錯。对。味道有没有够？我看是应该有问题。可是第三屆没动脑筋哦，因为等一下该剪哦，还要剪的时间，剪都叉，剪都不香。好。起家冇起款哦。没关系。你叫他这叫这个生肉的寿司哦。说真的，我们的是不是像主厨私房菜？对呀，你们是不是美术老师啊？厲害多。好，起家冇起款哦。没关系。你叫他这叫这个生肉的寿司哦。对，那已经太深了，没关系，我相信你。你很深了。不然你吃宽呢？等一下欧力度哦。对，欧力度。好，乐玲啊，给导演看。你看看我们这边给讲哎。对啊，虽然系水母嘅比赛，也系动物酒呢。哑铃正经懂会编发料理，对不对？而且又拿出来有某片会色彩，这什么你知道吗？有，刚刚有讲海芦笋，海芦笋。天天的剪拍，可以用夹的。好。哑铃你就用嘅用系乜嘅用啊？猪肉。乜嘅部位嘅？里脊的部位。哦。对。里脊很好，唔会重配。比较又嚼劲啊。嘿。天的不用，接口的地方要香港下。嘿，但唔可以一圈又注意嘅哦。我两个乜嘅？奶油呀。哎，用当香，因为我们提蒙讲跟蜜中老那个奶油会同夹的。match。对，同 match 嘅。哇，好香哦。那哑铃，你用唔用个芥兰嘅豆腐来做啊？因为香港本身就做得出家的，就像标某可用的东西啊。因为我自己超爱吃鸡蛋豆腐。我跟鸡蛋豆腐到家常豆腐分别是讲鸡鹹硬、鹹餐啊。这不能没做的是啊，这不能没做的是，我讲客家话仲厉害。好，我哋先講改變差唔多好咯，嗬。好。第三個哇！有香氣了嗎？那感覺做得配那個麥酒係嗎？麥酒係啊。做的，你認為麥嘅就上到酒呢？很像居酒屋的串燒。有一點這種感覺，對，只給它過油，所以火要大一點。哦，對。
因为肉薄薄的才会嫩。嗯对。而且我们里面包西洋梨。对，我有点酸酸的口感。没有，你就山东都够吃啊好，那我就起锅了哈。哦，安家了。对。你删掉一个没关系，我们也刚好删掉一个。对，没关系，因为这个可以在事后卷，对，事后卷，对，所以先把它拿起来为主，然后一定要把油沥干。好。对。是肉咸嘅，水姐唔是干嘛嘅酱哈？待会撒一点胡椒，哦，或者五香粉都可以，稍微给它卷一下这样子。哎呦，你要假不是冻好看的，马上切啦。地马过去吧。绿色才冻烂。好了，等一下转过来。有没有漂亮？这个等下我们再 DIY 过。好，那个有3颗了耶。好，各捞一排白姜了耶。好，米浆要炒哦。对。哦，呢條米醬係最尾長咗一樣哦。厲害。我幫你找包嗎？锅子，没关系，用这个啊，因为只要一点。胸部。寶貝同台嗎？有点大，谢谢。那個味噌怎麼個先炒啊？當有香味。當有香。梅頭也未出來啊。但係再吃一下米頭，加糖喎。要，愛加糖。米醬嘅色吼，是種味會讓香到佢香味咯香味係嗎？係冇。佢米醬佢本身啊，哈，就愛用一啲上邊嗰啲湯咯去炒，佢要用咧，咁咪時慳打。慢慢的用。哦，恁上意思好咧係嗎？慢慢的。時間咪到咯哈。好，時間差唔多咧哦。5、4、3、2、1，時間到。然後就來吃看最杯米一罐，哪一部卡張係你的太重譜咧？哇！這樣最杯米一罐呢，真嘅係我啱大開眼界。你看，我說真的，我們這是不是像主廚私房菜？嘿啊，問一下你們是不是美術老師啊？厲害到，係啊。沒有白安醬呢，看得出幸運草。幸運草凍很潤。對，米中按鈕，而且這個是海蘆筍。哎，你看呢，挑架做的，總鋪式做的，不會做的，你看要跟排盤。這個菜剛剛有特別介紹過，對不對？下面昨天上學咯，那咩蛋牆白，嘿，咩蛋牆白白的哦。厲害。好，先來吃看下呀。好。我跟你說，我先唔會老藍水講地度有嘛干，吃看下再從自己猜，開驚喜包。對 ，surprise。還有我謝謝雅玲哦，人家應該提咗擺10多海蘆筍。真嘅呢，咩提擺看到海蘆筍呢？好，太高了，吃看下，等下有團塊地度有包嘛該哦。好。真嘅，我要學起來這道菜。一開始想講吼，呢條用嘅係里脊肉，咁拍會硬硬，不過該地度包到該豆腐，哎呦，好有嚼勁，啊地度還有軟軟，冇可能係撐死。而且也嘅怪是應該當加分吧。小田姐，咁你講跳小花誒，後生唔後生，留下講。係後生真唔可以講花咩？飲到啊！我哋出地度有嘛干冇？怪事啊！怪事係嘛？煮肉咩？誒，跟外輩。點咧？豆腐。有。還有一個秘密武器，有加 cheese 落去。啊，有。有鼓出一些溜甜食啊呢。靜偉哥感覺咧？起司的米頭老亞，米漿的米頭是，非常特別的一個味覺的感受，所以來之後非常的厲害，飲米頭，連靜偉哥都覺得不錯哦。好，你下個試看吼，咱水做嘅靜偉哥嘅泰料理。你係用火誒，你也係用鹼誒，大家來看啊，有嘛檢查？怎麼樣？因為常常我要收音那個卡子。這就生菜啊。該地度還有包該水梨、地中梨、西洋梨、小黃瓜、小蔥。貴葱嘅好食。沒懂後生誒，其實，哇，2隊都太厲害了吧？你聽嘅學姐咯+1+1，你要昨天點2盤呢？懂後生啊？
动好些，动好些。好了，今早嘅時間到誒，相信各位觀眾朋友家透過所有出料理，應該都有學到，每一個好像都是私房料理的喲。呢個時間呢，真嘅好緊張，現在可以下齊師傅搶分數。哈 Yes， 來，哎呀，你嘅動好很認錯嘅嘛？等一下，好，還有機會，等一下，哇，劉謝玲劉師傅搶分數。冇同樣啊？有，看啊！好，我嘅想法係嘛，我先講嘅好咧，因為佢嘅味噌嘅話，可能醃的時間挺短咧，佢最尾嘅時按個你唔知味噌醬落去，安尼自動加分，因為我今日嘅主題係味噌，係按肉好到嘟好，我為選兩片，因為佢我感覺是動有創意，所以我本兩片讓安樣。真嘅，董後生。那麼劉師傅咧？這麼本要吹羊呢，我先吃它的肉，我再吃，把捲起來吃，就有那個味噌的香氣。這邊的是有味噌的香氣，這個是非常有創意。但是你以後不要放巴達是可以的，放巴達下去反而搶走它的味道了，因為你裡面就有起司了，起司就會搶走那個味噌的味道了。好，謝謝。了解，很緊張哦。真嘅係高手過招，分數嘅選擇完全唔低結果。對呀，而且兩個全部真係從誒師傅嘅速度出來強用哦，強下來表演。好，今日呢好多動作成績已經出來嘅。好，馮翠得到2分，藍翠妹得到2分，恭喜馮翠得到1500元嘅加菜金。恭喜！今日藍翠嗬，未做得到2500嘅獎金。最近呢，董舅我看到用，这高手对招的，而且呢，我想到張博謙你參加，竟然沒有毀掉哎。記錄版大家就較記得麼？慢慢的調一來，慢慢調一來。聽一個開始吼，假使講那 C 位唔係提這個哦，真的不是切蔥切蒜那個細節咯，差不多都會贏。唔會快啲提就不是做的。好了，先來睇一下雅玲，要不要參加先？對老太太分享一下。就做啲顏色動動然後給安尼好多動作冇，佢用嘅料理嘅方式安尼，好多動作安尼。尤其葉妍子，要不要參加？係咪緊張冇？你係咪緊張啊？應該唔係啦。好教冇？好教啊！哎，就唔是緊張嗬，唔是緊張，激動緊張，恭喜哦！都會聽名嗬。係啊，然後玩藍水嗬，今年嗬，真正當榮幸嗬，做啲發揚到嗬，我哋溫水羅街嗬，最有名最好嘅傳統嘅跳架嗬，來到現場哦，攞大家講一下，今年嗬參加嘅心得係乜嘢？今年呢，當間車呀，客家電視台呀，一家之主呢，來你美麗來呀，斯坦六呀，主蛋館呀比賽節目啊，多人喺度推廣客家呀，主蛋館啊，主當感謝咧，謝謝。謝謝。哦，大家全動些夢呢哦，昨天紅都凍到，尤其是那個蛋炒飯加蛋黃，我記一輩子。哦，小青姐最尾王爺咧，最後的畫面全部你今年你全冇講過。喂啊，以往。老大家講一下，參加先得感想係乜計？可以認識很多好朋友哈，講下寫當優秀哦，大家哈有閒來溫水聊下，謝謝。好，今日呢真嘅大家咩好多動作，你主持人咩好多動作，師傅呢咩在現嘅兩個廚藝，希望觀眾朋友做得聽聽你一家之主嘅節目，看下來好做料理哦。係啊，假使哦，還有哪位吼，就買個高手過招嘅來賓吼，做啲本吼，總不是啊，老主持人啊，還有對方啊，你互相嚟學習一下，夾夾嚟報名參加啦。冇錯，其他睇時間呢，實際嘅來做挑戰，用就會提供兩個料理都帶有進步麼？一家之主，你下禮拜再見，拜拜。